嚟叫咩名啊？我叫 Amy， 幾多歲？今年20歲，結咗婚未啊？我未結婚，想唔想去香港？我想去香港做嘢。好啊，你介紹你自己。好啊，先生太太你哋好，我叫 Amy， 我今年20歲，我未結婚，我喺佛教徒，我是前做過喺洛陽連照顧 BB 堂蘇卡姆，我識講少少廣東話，我學過少少水上歌頌，好似成街成腰成單就水鋪拍索普通，我學過點樣照顧老人家好事，帶公公婆婆去自助，幫公公婆婆換衫，幫公公婆婆送來用。我學過點樣照顧細路仔好事，幫佢哋送來用，幫佢哋玩，帶佢哋返學。我學過點樣照顧 BB 好事，餵 BB 飲奶，幫 BB 送來用，幫 BB 換尿片。我索耳送襪，我學過點樣照顧肚細毛細同埋扣。我好想去香港做嘢，因為我想生徒啲事，我一定會勤力老實同埋聽話，希望先生太太，請我所講到實晒，喺香港見拜拜。